台语黑爸爸，好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现队，现队，现金探美丽。太美丽哦！好，来第二组的家庭，咱的专家，全民夺剧团，全队拢赢，奖金拢赢。拢假啦！好，来第三组的家庭，咱的公队，新杯、小杯、无杯、骑杯，大家好，咱是加油公一局。好，来第四组的来宾，咱的正队，正队，正地位，正队，正水亏，正队，正厉害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来，今日咱四队的迄个复赛。对，好，来，咱看咱第一个家庭。现队，是啊，好啊，上哥好啊，我是现神，啊，我今日带阮爸爸明顺呐，啊，个阮朋友是佩金，啊个美金，是好，来，顶出来奖金偌济3万5。哇塞，是欢迎你哦。来，咱第二组来，咱的全民大剧团。是啊，是咱的团长带领的，来，队长是啥人？大家好，我是林玉欣啊，我今仔日带全民大剧团导演啊加演员，甲大家介绍一出足好看的戏。新好，新的好戏啊！这出戏叫做《西门町一番地》哦，伫咧12月底甲1月初，伫咧西门町的红楼表演。哦，这出戏好看、好耍、佮好食，已经是第6轮的演出啦。是不是吼？今日订票哦！来哦！是来，今日阮的队长，来队长来介绍一下。我是林玉欣啊，这是阮的演员。嘛是阮内底，目前嘛伫内底有演员啦，对，是啊，这是阮的导演。小梁总，小梁总，啊，这是林斌，因两个人拢有演戏。现实的问题来啊，顶出来奖金有偌多？6000块。6000块嘛袂歹啊！伊林木青，伊头下摕着6000块，我感觉拍婆啊啦！谢谢啦！你知阮遮有6万几哦。来一集是6万几啊6万几。对，啊，若甲决赛时阵，我都唔知佮塔偌济去啊！无定塔到100哦。咱加油哈！是家一定爱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换恁啦！还有公队，的是咱队长。我是公主罗宾伟，今日我带我的师弟师妹八弟郑乔，啊，佮蔡杰，再出来挑战。是咱顶出来奖金偌济？顶价是3万2。哇，3万4、3万2的，哎呦！这座位那拢站伫遐悬。好，来个杀入去第4个，来，正队，我的我队长，是队长一静，今日我带阮老经纪公司的师傅兄弟妹做伙来。是，今日会当徛伫遮拢是足敖的呢，拢好赛有贵哦我拄则看大家拢足厉害呢。是，所以吼，咱今日4组他算一组尔呢。哎呦，唔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伊，哎呦，真紧张呢。来讲，是顶在奖金。我报出来你惊死，应该有3万6，可惜无摕到。差一输啦，所以你惊阮所以遮，应该时间拖了，我紧即届过来。好，欢迎您呢。谢谢。好，来，就要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华夏欢迎咱的单宏伟单老师。讲台语免惊吓，讲台语就会赢。好，讲台语一定会赢啦。拢会赢嘿，4队拢会赢哦。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抢擂台。哎呦，抢哦抢哦！啊，那抢咧？甲4队报告一下，咱这回合吼，每一队特别来派一个人落来，
哦，啊，一个人就来再回答2题，哦，啊，拢总4个人拢会得来。啊，目的就要抢这奖金，一题4000。哦，一个人2题嘛，啊，4个人就是8题嘛，上这奖金就32000块啦！哦，加油加油！来，今晚今日讨论看上要派第一位起来。来哦，讨论起哦！这手头来，哎呦，加油加油！谢你哦，谢你哦。哇，看起来应该拢袂紧张啦。系啊，足自然行落来。真是。嘿，美珍，第一位，有错咧蛋，啥那错咧蛋？足紧张。哎，派你出来，应该你最厉害啊！对啊，紧张，我是紧张到要死。系诶，袂啦。迄是俗语，真正吼，无定定咧用啦。是，我真正要建议讲，你若有闲吼，你通用迄落台语来演舞台剧，哎呦，应该更较好笑。咱西门町一番地都有啊。有吼，有咯。讲了有好无？是袂歹啦。哎，等咱来去看，咱才会知对，影讲了安怎。好啊，摆爱看卖。是嘛？通邀请阮老师去。对啊。是。嘿，老师通互恁真侪指导呢。好，老师嘛做伙来看。无唔对，好来，咱问你，应该较袂紧张啊啦。袂啦，我有做功课。哦。啊，讲互因听，做啥物功课？对啊，都听俗语啊，俗语的，我早看一寡影片吼。6块5块哦，安尼就好啦。为着要摕100万。哎呦，真有信心啦！这种的好，这种的好。是，无唔对。好来，贝弟，会紧张的，不过即届放轻松，是，大家己当做无脑的安尼来讲台语就好。可能佫较危险哦。真正的咯，啊，这讲的是真的啦。都放轻松，拢歹去想啊济。阮进前录的无脑的拢会摇到，因为足轻松一可以有2题诶，系啊，足厉害。好来，咱试看卖哦。好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是，头一题有6个字。6个字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。哦，这是啥？知影，咱就通啊请手答无？来，知影啥？哦，有一只龟。哦，阿姊已经甲你提示下骹有啥货？哦，啊，有啥货？好，来，知无？唔知，我过来提示哦。咱用字来提示，你就知影倒6字哦，吼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提示。哦，米，上尾字是米。米，上尾字是米哦。有知无？有要抢答无？有要抢，紧试落哦。好，无我就要搁试啊。哦，搁提示啊哦。来，搁提哦。来，第2个提示。歪。哎呦，来，美珍。歪喙鸡食好米。哦，歪喙鸡食好米。好，来，老师伊安尼讲对不对？对。厉害。若无提示字，可能无一定较好用，因为迄个鸡无画到做歪的喙啦吼。对。嘿啊，本来这俗语就是咧讲条件无好的人想要真好的物件，也是讲有真即个超过家己能力的迄个期待甲希望，吼是这种意思安尼。吼，以上。来3位，咱搁加油呢。加油。好，搁有一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刷来，这题有5个字。5个字，先看影片。哎呦。哦，这是啥？哦。我要搁提哦。无人知要搁提示啊。来，第一个提示。什么嘛什么哦。马青。这句俚语咱常常会讲，伊敢知影这是什么意思咧？来，咱请出题。刷来，这题有5个字。5个字，先看影片。哎呦。这是啥？叮当是啥货？来，请手答，会当试哦。有看到无？伊即马摕啥货？伊摕什么？你喊啥货？好来，我要搁提哦。无人知要搁提示啊。来，第1个提示。什么嘛什么马青。无鱼虾嘛好。哎呦。无鱼虾嘛好。你倒位看到？嘛。无啦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伊摕虾啊。哦，袂歹哦。啊，伊无钓到啥？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无鱼虾嘛好，对不对？来，分数，针对。你就4000咯。来，咱听老
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当然伫较过去的环境吼，就是讲主要大家是要掠鱼啦，啊，所以若无掠着鱼，啊，当然退一步就讲啊无虾啊嘛好，啊，不过虾啊可能无迄大遐尼大只啦。我有够大尾啊嘛呢。够济，迄个就是一般，因为迄有时啊一寡迄个溪流内底有一寡迄足细尾的迄虾啊有啊，哦，啊就讲虾啊，猛掠嘛好安尼，所以讲是本来想要做啥啊，退一步，那迄第一爱的无的是，就退一步讲啊，第二个嘛好。啊，搁有另外一句，其实甲这足像的啊，就是有人讲无鱼好虾，啊无虾好产嘞。哦，这嘛是一个类似的，嘛是共款。以上。今嘛进来看咱的分数，嗯好，看阮现现在即嘛有4000，啊全的咧，全的嘛有4000哦。讲的咧啊，，讲的即嘛爱心一粒，嘿，啊那正的哦，咧，真是月饼一粒。好，不要紧，唔通应亏，啊，搁有哦，搁有3位哦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是来第2位哦，是这是金，还培金，金是金，嘿，袂金主人哦，杯，没，是这里来，这里啊，营养师，营养师啊，营养师嘛，对对对，哦，教咱食健康的就对啊，是加油哦，好，啊，若是咱的叶叶兴，嘿，恭喜你呢，哦多谢多谢即摆咱是新娘啊哦，嘿，娶某前生家后，即摆运气会愈来愈好，袂歹袂嘿，我毋是要讲你，我是讲咱的目青，歹，哦，伊死啊，伊毋是要生啊，伊讲着啊，哦，伊讲着，哦，运气袂歹，真正，串一个，我串真一个，正真正。错一个是我伊要死我啊，唔知伊这熬呢，哦，所以讲哦，看这真简单，就是看你的想，安怎想，好，来，安咱的正有，正如，头壳康康，我袂晓，对啦，你太好，头壳一定爱康康的啦，是安咱输兄搁较康，公主，我要用算的嘛，是哦，感应的，德智算。是好，来咱来算看卖哦加，油好，来上的，咱请出题，是，刷来这题有6个你，哪个你？来，咱即马请看影片，哦哟，是哦，什么物件一直滴落来？诶，是啥会知影？紧来抢答无？简单的，不要紧，若知就紧来通抢答。好来，哦，一支草一点咯，一支草一点路，对唔对？对。这是咱台湾人常常咧讲的一句俗语啦，吼啊，就是草仔鸡虽然看起来足无味的、足美细的物件，啊，毋过就是有草，咱看就是露水就会甘伫草顶面，啊，就是咧表示讲，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才调，啊，无论是出身安怎，吼，总是大家拢有伊即个用会着啊，有法度贡献的部分安尼，吼，这是一句咱常咧讲的俗语。以上，即马三位，三位拢已经开始啊，顺利啊，紧来开一个哦，加油加油！吼，来，咱请出题，嘿，刷来有10个你哦， 10个你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，委员加油！哦，2张，你即马咧受啥？哎，啊你看，哎呦，我袂讲请手搭遮厉害哦，来，哎呦，来，靠刷刷会帮，靠水水会打，哦，扣刷刷会帮，扣水会打，好，来，老师，伊安尼讲对唔对？点卡。哦，那真厉害啦！哟，这其实就通俗的一句啦吼，意思就是无论恁有偌济才调、偌济即个能力，但是呢，就是讲唔通甲人想要靠别人，应该爱家己爱有法度独立，有法度家己去处理代志安尼，吼，就是主要咧讲这个道理，啊，拢嘛是有道具安尼啦吼。以上，好，来先看分数，现队现在就有8000，三队咧，全队有4000，公队啊，大的爱心，正队咧哦，，今嘛有4000哦，哦，嘛袂歹，咱搁继续哦，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啦，啊，来，来，是，哦，你今日分人啊成呢？辛苦，微输的哦，这我第一摆清出来，是，哇，我们这次是要结婚的吗？差不多无啦。我去
家己定做这个西米露嘛，想讲大家拢是黑色，做一个较特别的色。啊，多好惊你咱的迄个色就是粉红色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而且你安尼穿袂歹，因为恁的分数应该即摆是上悬的哦。歹势啦，莫讲。所以讲后抓落啊，要来比赛，拢爱注意到家己穿较红的，红安尼啦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阿斌，你紧张哦？淡薄啊。惊讲又袂好，免紧张，目屎抽起来，你足感动，目屎抽起来，润着，哈，好来，中英，对，来，中英你应该较袂紧张嘛？哦嘛，就紧张的。放轻松，哦，干那放空就，看就知影。手头都木青啊呢，我拢袂晓那放咧。是好，啊，若是咱的。桥的，进桥，你应该对俗语应该是不哩了解哦。了解无一定会出啊。试看卖，看即个是毋是有你的了解？好，好来出题啊！上下咱请出题。是，这题吼，拢做5个字。5个字，简单呐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啥话？好，来听我讲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阿斌。好心互雷精，为什么是好心？因为咧看阿桑过路嘛，啊，去互雷精着安尼。摕阿桑的迄个怪案呢，安尼敢有好心？怪哦。这就是问题啊哦，是，不过你的答案是好心互雷精。有呢，好，互雷精。来，老师伊安尼讲会当无？对。这个所谓的好心互雷精，吼，大家可能有人听过另外一个版本是好心互雷精啦，吼。但是其实因为俗语基本上就是倒句较讲究啦，啊，所以就是心甲精拄好有拢共款的韵啦。嘿啊。以早，因为咱可能过去有时啊，有个人咧讲话过程会讲，敢若袂输，若要讲我若安怎，我就抓我出去互雷卡，啊，所以意思就讲，那咱的可能传统观念会感觉讲啊，做歹代互雷卡安尼，啊，所以好心颠倒搁互雷卡，搁换做卡，就是金的意思啦，就讲安尼表示安那好心无好报，拄则拢放轻松啊啦吼，来3位咱也无着分，即码后第2题啊，看咱3位啊，是，吼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好，这题有6个字，6个字，来，咱先看影片，是，哎呦，哦，是啥话？哎呦，啊未哦，看完啦哦，咱请手答，是，伊是食果子拜树头的后一句哦。食果子拜树头。是，因为你拢会偌准是食果子拜树头，对无？对啊。是，好，唔知影对无？咱来提示一下哦。好来，第一个提示。什么产什么？来，过来提第2字。米。什么米？什么产什么？是，好，嘛是唔知影对无？对。好，咱过来哦。来，第3个提示。什么米饭？啊，米饭拢出来啊，搁产。来。食米饭拜田头。食米饭拜田头，敢有田头这嘛是有道理啊。押韵哦，是有押韵啦。啊，不过嘛是有影爱拜田头啊。对啊，是因为这个田头互咱好落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食米饭拜田头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今摆要补充的是讲树头是啥物货？树头有2个意思。一个是树根的意思，迄个根头迄个意思，啊，另外一个其实是树仔顶的意思。对，2种意思啦。啊，当然这是迄个根头，迄个根的意思安尼。啊，这个田头呢，有一句俗语讲，田头田尾土地公。啊，所以这个田头你会当看作是所谓的地头也好，还是讲咧譬如这个土地公也好，反正意思就是。这2句拢同款，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拜田头，拢是要讲饮水思源，饮水思源，拢是这个意思安尼。以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这分数。是。咱看咱的现对，对，12000。嘿，咱的
专队咧。哦，专队有8青哦，溜起来，溜起来。啊啦，公队咧。哦，公队赶快爱加油，爱心，爱心。啊，咱可能等下爱加油哦。爱加油。哈，来这队。这队有4000。哎，好，不要紧，上尾啊就要，给你个拼起来哦，吼，甲开启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即摆目前为止就敢若是公队。公队啦，啊，新民还未来保庇，紧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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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能新名是尾啊，才会出现。哎呦，好酒伫梦底哦。是，哎呦，这题出无？哦，哎，无你靠哦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加油哦！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这题有11个字。11个字哦。是，但是足简单的。哎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来，请看。是。哎呦。哎呦。哦。一边是什么？一边是什么？哇！哦，哎呦。哦，讲看清楚哦。好来，咱请抢答。足简单的。一边是什么动物？一边是什么动物？啊，头名是什么动物？哎呦。哎呦。好。不要紧，搁当可能还未联想到，来，不要紧，咱来提示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明俊爸爸，明俊啊，来，你唔是要讲你会较慢呢？无人捧场啊！就委屈的啦，哎呦，委屈你啊你！是明俊爸爸，你的答案是啥？野熊野虎，唔通野着赤查某。恰查某，拢有哦。好，来，咱看答案是不是这？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对。哦，这无简单啦吼，遮尔长安尼随着讲出来，啊，我这图真趣味啦吼。是。哎，啊，我是要补充，因为这句大家拢知影意思，我是想要补充这个“赤”这个字啦。这个“赤”当然赤查某这一个用法啦吼。哎，其实嘛会当有赤查甫啦吼，嘿，啊，但是个另外用法就是哈赤碰西有无？赤碰西。哦，啊，个另外比如讲一赤生，迄嘛是这个赤。哦，一赤生嘛这个赤。对，啊，个有迄个赤灵赤凤，迄嘛是这个赤。哎，就是有几啊种用法。哦，好，补充以上。即马就看是不是委屈，还是讲你的实力哦？来看一个哦，够一题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哦，这题有8字。8字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先看。哦，你来看哦，哎呦，看清楚哦，你的身体安怎？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看清楚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伊的身体足安怎？哎呀，安尼啊，嘿，有无？有哦。善国还是我过来提一个字，好不？好，来，第一个提示。哦，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哦，明俊啊！70年的资历啊！是，无唔对70年的功力。嘿，来，你的答案。会使讲吗？会使。男马嘛有一部踢。哦，男马嘛有一部踢。哦，好，老师，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对。这个。哎呦，有功力，是来分数先，很对，都加4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啊，这咱所认识的发音一定是真标准的啦吼，因为咱这前2字拢是咱台语的其中一个语音的特色，就是合顿音，吼，所以要读这个音一定爱蓝吼，这个蓝一定爱合喙，吼，啊，这蓝吼有2种用法，一种就是啊，拄只阿上咧示范讲安尼，就是足无精神，是身体无好迄种型啦吼，足懒的懒心啦吼。啊，另外一种，懒惰的懒嘛是讲意思。无共。无讲意思。懒惰的懒虽然是这个懒，不过意思甲这较无关系啦。嘿，即摆是咧讲这单字的意思，伊是就是足虚弱的啦吼。嘿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嘛会当用伫咧物件，可比讲啊，这刀啊，敢若吼真懒安尼吼，就意思就讲无介在安尼啦。无讲介好安尼。对，好，以上。好，不要紧，成绩总是爱出来嘛。是啦。咱总是嘛爱报一个嘛。嘿啦，现金是事实。来，咱来看者，现队。即嘛有2万哦，专队。啊，即嘛有8000嘛，真熬哦。啊，公队，爱心一个。嘿，来正队。有4000。哎，不要紧啊，
免惊，咱个后一个回合啊，变搁较坐转来哦，甲踏起哩哦。好，今日第二回合，阮兜第一名。阮兜第一名，是倒位第一名咧。因为全部的人拢爱来算，所以算到上尾啊，上名就是阮兜第一名咯。是啊，就人数愈侪愈好。是啦咱兜有4位，希望4位拢会当伫台对顶。哦，除了人数愈来愈侪愈好，啊，搁爱活愈久愈好。哦，一定爱活愈久，是在人数愈来愈侪啦。对是啊，分数大家应该是拢较想要了解是分数。奖金对无？奖金偌济4回合拢中6题。 6题。吼，每一题你若答到，也是你拢有人活落来，甲上尾啊，奖金就是3万块哦。你甲看套金嘛？来，我要出题啊，6题尔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俗语讲一支什么管3个鬼？这句话吼是讲人身体倒一个部位的毛毛，若是发的对旺，啊，就较唔惊鬼啦吼。是 A 头毛 ，B 骹毛 ，C 你就架骹毛。哦，来，恁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嘿，是头毛、骹毛，还是贵人开的毛？哎，就这人来哟来哟，来哟，哦 A B C 爱看好对哦 ，A B C 爱看好对嘿，哦。阮的答案就敢若 A B C 哦，A B C 哦，哎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跳！来，这处理下去。同在这处理下。哎，嘛盖高水，那真正是卡毛，啊，咱就免算啊。 3万块就算起来啦。是，是安那遮尔啊肯定咧，以前哥哥。对啊，敢若有听过这句话啦。哦。嘿，是讲骹毛是咱身躯顶哦较无重视的一支毛，要过用上无重视一支毛，就是那管3个鬼哦，迄表示讲足轻松就会当去管着。 嘿，你捌听过这个意思？完全无。啊，你对上行？以前。还是你无想要叮当？我想要把你拖落水的意思。我以为叮当掉刷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啦。啊，这你要写啥？信用真厉害。哦，是我今晚要来说名位。有听过啊？这拄到鬼就找正就对啊。哦。对正的行。对正行。你这位戏的对。正就是 right 嘛 ，always right。哦 ，right。哦，好。来，我来问，今嘛对以前哥哥行的人，请举手。哦，袂歹，差不多。好，袂歹，安尼咱免问啊，免问啊，咱就直接来看答案。蛤蟆，伊注意来哦，录影时间上底，这题上底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全军覆没。B。 哦，这是这个民俗吼，一般流传这个讲法啦吼，讲其实是唔拿讲骹毛啦，一般咧讲讲，不管是这个什么款的毛，或者就是身躯的毛，拢会当有保护身体的作用啦。吼啊，骹毛这是讲听讲传说啦吼，讲啊，若是有这个鬼要来找麻烦的是要来对付什么人的是，伊会先算迄个你的骹的毛几支算的了，才开始来进行伊要做的代志安尼，这是一种讲法啦吼。啊，所以就变做是讲，啊，若是即个毛较济，啊，就互人感觉讲是所谓身体较好呢，也是讲伊的即个阳气较旺呢，等等啦吼，安尼讲法，所以是骹毛是答案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真正骹毛对着啊啦，哈，骹毛对着，刷来去我都唔知恁要搁对啥人啊，哦，真紧张刺激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，吼，丁秀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 请问五仁除了是一种鸭以外，伊佫会使形容倒一种的人呢 ？A. 空空 ，B. 盔鞋 ，C. 古板。好问者，好问者。是。我是直觉感觉讲空空，因为你用这的物件去形容一个人。你的感觉是盔鞋？我认为各种的口味，会当各种的变，表示会当适应任何人。盔鞋适应的，不管什么情形拢会使得到啦。五仁除了是一种鸭，嘛会当来形容是倒一款人咧。
咱请出题。请问五仁除了是一种鸭以外，伊佫会使形容倒一种的人呢 ？A. 空空 B. 跬骸 C. 孤板。来，零入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是空空、跬骸还是孤板呢？来哟，五仁哦。哎呦，紧嘞紧嘞，20秒了记得哦。想我斟酌哦，风险嘛分开哦。五、而且要比人对哦。 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，停，莫个行，袂当个行。哦，一直加，温雅，来，好问者，好问者。是，好来，你嘛是搁徛在遮，嘿，我完全你无听过。感觉是迄落啊空空五仁，因为空空，唔知要选啥物。好来。 哦，这对厉害，来。嘿，恁即摆风险分开对无？对，是莫怪，无爸爸一定会甲你有调调啦。伊讲伊无听过，哦，爸爸无听过，咱嘛就惊遐。你嘛就惊遐哦。是，所以讲你就是因为风险分开，你才徛在遮。我是直觉感觉讲空空，因为你用这的物件去形容一个人，应该就是少故意啊，少无心机那种，嘿啊。哦，伊讲应该是故意啊。是啊，啊，这都无故意，所以是空空。对。啊，那高板佫是另外一种吼。来，阿伟。 因为阮爸弟吼，去互恁老爸讲过这啦。来，跳玫瑰，伊安那甲你骂？你莫伫遐甲我见五仁哦，我会记的，我细汉时阵，是结五仁，我刚才你有讲算是空空啦，啊，袂歹哦，你好啦，嘿对，我直接甲你讲，你莫伫遐结空结戆，对，好，生活内底空空啊。 刷来去，你拢无刷位哦。对啊，是咱先问一下迄个明俊啊。明俊啊，是，你的感觉是跬骸。因为五仁表示有迄个想法吼，会当变来变去啊，跬骸安尼。应该是看听起来应该较活泼。啊，对，安尼对，是啊。哦，来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？ 五仁差不多意思啦，五仁有5种的口味，会当各种的变化，哦，表示会当适应任何人，所以跬骸适应的，唔管什么情形拢会使就对啦。较有无同款的个性会当变化。会当掌控规个迄落啊权力，安尼就对啊，太阳。另外一个重点是对着明俊爸爸行得。 我讲上明显的上，来，咱团长啊，团长，上欢喜的，你是雄雄看到伊哦？唔是，我回头看到伊，哇，足欢喜的，对啊。你叫啊，就伊就是安尼啊。我比较趣味嘛。趣味哦，好来，咱即马看这边。来。古板是安怎的？古板是风险分开还是安怎？一部分是安尼，哦，一部分一部是五仁吼，应该是五种物件。TV 咯，应该是5种物件淋做伙吧。啊，这5种物件袂使变，一定爱这5项。哦，袂使讲我用其中一个换另外一项呢。伊就袂晓啊。嘿，迄就无叫这5仁嘛，因为我有指定讲这5仁一定爱是啥物物件，所以我感觉是形容一个人较古板，因为袂变通。我感觉是安尼。介多电脑变咧。电脑摆，好来，咱这是讲噶。恁即马，什么？你讲一遍。卡巴伊啊啦，分爽诶，咱即马还袂开市哦。加油！咱一定爱愈人愈济愈好哦。好，对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一挂人呢，哎呦，歹势，五仁就是2种意思啦，拄则讲的迄5种的迄个会当食的种子，迄是迄个食的部分，迄一种意思。嘿，啊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跬骸啦，啊，就是表示讲咧形容这个人。食五讲笑亏也好，食五缀空缀笑也好，反正就是会人笑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结五仁就是结迄种型，结迄个跬骸，结迄个好笑的型，叫做结五仁。所以结五仁其实无遐负面啦。
就拄仔讲，敢若细汉红妹，其实这应该是半讲笑的啦。然后莫激五人啦，其实意思讲，你莫伫遐对空对笑，还是讲创甲足好笑安尼，笑甲咱巴肚安尼，嘿，其实无一定是负面的啦。应该是较活泼的人啦。真诙谐，真到人笑安尼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马看者，台顶即马有啥人引导的啦？来徛好哦。咱来看一个，目前咱看的是现队剩一位名字啦，吼，搁来转队嘛剩一个，是阿公队咧。哦，嘛剩一个，咱的蔡杰哦，蔡杰，后来正队。哦，是的哦。加油哦！都有4题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海蹄皮原料是倒一种海洋的动物所做的？是 A 水母 ，B 螺蟆，还是 C 刺龟？好，来，你有20秒的时间。好，来，今天选题哦 ，A、B、C 哦。水母、螺蟆，甲咱的刺龟。上龙拢点公益啊！来，嘿啊！来，我记得20秒哦，我们来哦，停啊！本来想讲要甲风险分开啦，结果是队友拢伫遮，咱嘛唔甘啦，又搁留落来啦。因为爱比人数啦。嘿，无唔对。后来这应该是大家拢食过。海蜇皮嘛，有食过。拢食过嘛，对。是爸爸嘛食过。我食过。是啊，这题咧才简单。对啊，放水，咱就是爱送奖金。不过应该后壁有人唔知哦。哎呦，讲什么人唔知？蔡杰，我知，你真正知啊？我最爱食的，是，啊，食起什么口感？脆脆的，嘎嘎子。什么色？什么色？无色。哎呦，上好的料理是啥？用腌的黑腌，鲜啦，用鲜的。嘿啊，哦，反正我甲放一挂蒜头安尼啊，嘿，凉凉，迄边弄免啦，弄免啦。来哦，水母哦，来，咱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1930年代的台语大词典吼，都有收水母这个词啦吼。啊，当然落尾嘛有人讲这个白话音水母啦吼。嘿，啊嘛有的人是讲水母是较细只的。啊，迄个海蹄是大只，哦，有人安尼分啦吼，啊嘛有人敢讲蹄啦，嘿，所以这是真趣味。啊，拄只迄个刺龟，大家应该知影啦吼，迄是河豚嘛吼，对，嘿，啊，所以海蹄就是水母是共款的，会当讲是共款的安尼啦，嘿，好，以上，即嘛。拢共款，拢无叮当哦，拢无变变。咱继续哦，加油哦！意志爱坚定哦，加油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常常用足甘心的来形容感动啊，有感激的心情。啊，你敢知？甘心这个词是为什么语来的 ？A. 原住民语 ，B. 荷兰语 ，C. 日语。来，你有20秒的时间。请选题哦。来，咱顶面的若知影答案嘛，通啊甲因讲哦，大声讲拢袂要紧哦，无人要插我。对啊，即嘛足紧张的。因为袂当大声讲。对。来，今日选哦。紧哦。足甘心的哦。3、2、停。哦，有啦。风险拢有甲分开啊！袂歹，真正风险拢有甲分开啊！不过咱选的是原住民，对，是你捌听过无？足甘心。花莲来，甘心当然是听过啦，毋过安怎啦？甘心一直就是讲是闽南语，一直感觉是安尼。我嘛一直感觉。啊，结果咱答案就内底拢无闽南语，我想讲选一个咱台湾原住民利用的。哦，可能是安尼来。因为伊甲日语有当时啊嘛是相像。对，就无定着嘛是日语呢。对啊，拢有可能。哦，啊，因为伊感觉是台湾内底就是原住民。对。无唔对，好，真好答。若是对，你就拢赢哦。那因就再会啊哦。来，咱来，看头前，好，中影。是中影。
阮就是阮这队就是拢每一个单拢有人啊。你有4个人，咱有4个人，风险甲分开啦，啊你嘛知就安尼徛啦。是啊，吼，所以讲你嘛唔知影啥那是无来。我唔知。我咱遮好，来，咱选的是日语，是爸爸你听过？唔捌听过。哎呦，听过。照逻辑来讲吼，可能日语的可能性较悬。可能性较悬，日语的可能性较悬啦。因为咱其实吼有足侪拢对日语翻过来。是哦，实在是吼，所以讲哦，人愈侪吼，你台顶愈好。哎呀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的答案是。这个词吼，真趣味，伊是对日语的这个算做和谐汉语来啦，就是日本人发明这个汉字的写法来讲这种意思。伊的迄个日语的音就是感性，就是甘心的意思安尼，感动、感激这款意思，就是咱大家应该是拢会晓用啦。只是讲这个源头真趣味，是日本人写这个汉字是写这2字，就是意思是安尼，对，所以是对日语来无唔对，是以上。来，咱即马看者吼，咱来讲。讲对，咱就剩一个，吼，来免准啦，咱的现队嘛剩一个，正队咱就剩2个，嘿，转队剩一个，加油哦！是，好，后手搁有几题？够2题，够2题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咱定定伫咧菜市啊看到家己茶啊，你敢知家己是啥物意思咧？是 A 编辑的方式 ，B 地号名 ，C 制作的材料。好，来，零入20秒时间，来。哦，这都困难哦。咱就今日选择哦 ，A、B、C 哦，吼是编辑的方式，地名，嘿，还是制作材料，加起碟啊，好来哟，今日来5、4、3、2、1，哦，时间到，赢了。赢，敢要赢？来，你确定？来，是，好来，我跟你问几安尼？袂啊，迄个有人种啊，编织甲迄个编辑的，甲即个制作的材料。是，你捌听过无？捌听过，细汉吼，我看阮阿公吼要产做信吼，伊拢会迄个家己茶啊，嘿，家己茶啊，伊唔是编辑的吼，无就是迄个伊的材料吼，就是迄种较早拢用迄竹米啊嘛，哦，古早编辑啦，哦，所以当啊这2个安尼，所以阮2个吼选 A 甲 C， 嘿，2个拢会甲对就对啊啦，咱来编辑。想要甲阿公会甲斗帮忙的。对，哦，真趣味。好来，你现在一定肯定讲，你就是你的地名。导演，我听我的异性讲的，哦，你讲 B， 哇，我白讲的，来人来，我唔白讲，你甲我讲的，你讲 B 就对。应该是加冬啊啦，是毋是？有可能哦，哎呦，那真厉害。是毋是加冬？我唔知啊。我嘛唔知啊。可能是。你知？因为中南部较侪种，有印象当中有这个地名啦，所以讲你算地名。哦。那是啊，都拢互恁放弃啊！哦，因就再会啊！赞！嘿，安尼你赢，因全部拢再会啊！3班就恁下啊！哦，刺激！好来，我咱这民众爸爸，咱选的是制作的材料，是以前的材料，对你来讲印象当中，家己茶啊是用什么会做？上以早。空心的啊，像迄芦苇吼，用草啊编的，嘿，编的，对，以前都咸草，是以前是安尼。啊，这个家具吼，家具就是迄个编的迄个材料。啊，那这2位是，阮地迄土地公啊。我把改名，土地公。哦，好，咱来看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
遮无啥管道通个知影啦，这种物件嘿，除非真正有听过吼，是，就是这是对日语来的啦，就讲日语叫做卡基亚米，卡基亚米这就是意思讲编辑的方法，迄个对这个音安尼传来变加字安尼，加字底啊安尼。嘿，所以这个源头是对日语的卡基亚米来。嘿，啊，伫台湾来讲，上早其实是讲台南后壁遐有一个青寮吼，迄个所在，开始有咧编这款茶啊啦。啊，但是当初用的是先用古早是用迄个甘草，甘草去编这个茶啊，所以嘛以早有叫做草茶啊。嘿，啊落尾才叫做家己安尼吼，就是这个编辑的方法。这个道理来安尼，先看咱的现价，现价即嘛2万。啊，那咱的专价咧？哦，专价即嘛8000。哎呦，讲价咧！赶快爱心一粒。啊，那咱正价，我即嘛34000咯。来欢迎！驾！恭喜！来恭喜！是不是咱的决赛安尼？对，阿姊，甲你报告一下，咱以前国有一个团队，是，伊只要有去参加迄个比赛，有奖金的这个回答问题迄个结头壳的节目，伊拢会摕到奖金。真厉害，3万几呢？3万4呢？3万4呢？3万4，哇！是，你摆会紧张无？会紧张，其实咯，一开始第一阶段哦，输2万，我就感觉啊，可能无希望啊。运气啊！啊，好个，这个真正可能阮袂记啦。后来阮用策略，安尼分散风险，最后反败为胜。无唔对，不过因着3万4，对唔对？敢通啊尔啊顺，甲这3万4的奖金先放伫因的裤底啊咧。哎呦，咱佫唔知影哦。是。后一关咯。好，进来咧，1秒10千金。1秒10千金，楼顶楼下敬一边。是，好，要敬多一边，咱即摆先看奖金。是。哦，咱奖金即摆偌济？34000块啦。34000块，算起来就是1分34秒。34秒，哦。真贵哦！对啊，34秒，咱顶抓咱的初赛时阵是30秒，要搁加落去无？啊，因为咱复赛吼，这题目足紧的，所以加10秒到啊，变44秒，好无？足紧也是足简单的。题目足紧的。足紧的，所以其实10秒以内绝对有会。对，等一下有题目互恁看哦。顶面咱楼顶咱就讲楼顶，咱来选较紧的哦。吼，因为秒数愈济是愈好的。对啦，1秒换1000咧。是啊，咱每一位拢会当答着哦。嘿，换1000哦。但是爱记哦，若是一个讲唔对，规题就无啊哦。安尼？嘿，一定要4题拢对。是。因为题目无困难。无困难，较想要就看影片尔。对啊。好，来。咱即马摆一摆，哦，加油哦！来哦，来，不要紧，来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面头是楼顶还是楼下？切看。好，楼顶和楼下，是加几个字？我答案是楼顶。好，暂停。拢总34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拢会当答着哦，嘿，换1000哦。但是爱记哦，若是一个讲唔对，规题就无啊哦。安尼？嘿，一定要4题拢对。是。因为题目无困难。无困难，较想要就看影片尔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摆一摆，哦，加油哦！来哦。来，不要紧。来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。请问，面头是楼顶还是楼下？切看。好，楼顶和楼下，是加几个字？我答案是楼顶。好，暂停。对唔对？哦，伊的答案是正确的。哦，袂歹。嘿，大家因为拢会看了唔对。对啦，嘿。哦，是。好，来第2题哦。第2位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厝角鸟啊，是楼顶还是楼下？切看。哦，厝角鸟哦，楼顶和楼下。记得。我的答案是楼下。哦，暂停。好，停。对啊，唔对？伊的答案是楼下。正确。好，来第3位哦。阿姊要看这秒数啊。哦，多34秒哦。哦，袂歹哦。恁吼，若要讲较紧的，就讲楼顶、楼下就好，唔免讲我的答案是。哦，来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南母呢是楼顶还是楼下？切看。来，楼顶和楼下。南母呢？
拿木嘞，拿木嘞，拿定拿紧嘞，拿木嘞，拿木嘞，时间一直在走。拿木嘞，老卡，好，准备。老，你睇出来讲老卡啦？是，来，我画叫一支水。哦，伊讲老卡，歹势唔对。哇！拿木嘞就是伊讲的。珍珠啊，汽水是啊，咱的迄落啊都无伊啊，奖金无去啊啦，是好，不要紧，咱的精神有就好，无奖金，咱嘛是共款来去颁奖。颁奖！恭喜哦，进入决赛咯！我来讲，迄落啊，迄落。奖金无重要，无重要，决赛较重要。对啦，100万较重要。因为你100愈来愈近啦。好，啊，那咱无着的不要紧，咱后一季咱搁报名来参加就好啊嘛，对无？无你靠奖金会愈来愈济哦。120万、150万，哎呦！好，啊来记哦，若想要看戏的吼，看舞台剧的吼。轻松的，通来阮家，哈，阮身边顶1万地，嘿，阮12月等您哦，哈，来买票，甲阮支持，今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，是，啊，感谢咱的陈宏伟陈老师辛苦咯，三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100万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感谢，好，继续过来，好，继续来，谢谢，感谢。够厉害！提出来就好啊，好，你今日做就好，谢谢。